刚擦完药，先别说。蓉，你怎么都变成这样了？心疼死了！快来抱抱。快看一下照片，你现在这个样子特别像个猪头。行，你省省吧啊！反正你现在说话一个字我都听不懂。他说你是来干什么的，你走。这你都听懂了啊？有一个既体贴又善解人意的男朋友真好。他说你羡慕什么？你不是要追温让吗？温让，我叔叔。所以你是来找我的。那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你给你支点招呗。还不好追。那好追的我还不喜欢呢，追我的我又看不上。你叔叔就正好，既不是舔狗，又有个性，我觉得特别适合我。这么多年啊，追他的可不止一个，全部被打回来了。你想好了吗？我当然想好了，我现在就关心一个问题，他还会和他前女友在一起吗？这个没可能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我有自信。那作为朋友，你就不能透露一些重要情报给我吗？比如说你家的地址啊，你妈不，你奶奶或者是爷爷都喜欢些什么呀？我好有的放矢啊。你这个水漂啊，打到温让身上，都未必能激起水花。你是不打算帮我了呗？你知不知道，为了能让你跟从容在一起，我费了多大的劲呐？你比如说喝汤那次，你走了之后，我是拼了命的说你的好话呀。还有从容吃秦医生醋那次，他气死了，他说要跟你立刻划清界限，是我拼了命的跟他说，温少卿这么好的男人，怎么可能脚踏两条船呢？好不容易才给他劝回来的。好，没事啊，这些事情都过去了，温少卿他不会在意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不是，哎，这些都不是重点。现在最关键的是，我这么拼命的成就了你们的感情，你们就不能成全一下我的吗？好吧。祝你好运。谢谢。蓉啊，没想到这辈子不但能跟你做姐妹，还可以做亲戚，等着叫我婶婶吧。我走了，不找你们两个谈恋爱了啊！拜拜大侄子，拜拜大侄媳妇儿。我居然降级了。